你来看阮用渔船哦，若是发生意外，因为通信不便，拢无法度马上处理。人权团体今仔就呼吁政府立法，互所有阮用渔港伫渔船顶头会当来使用 WiFi。因讲会甲将近3000份的人事书交互行政院。渔工劳权立即实现。渔工劳权立即实现。为外籍的远洋渔港争取权益，人权团体斗阵呼吁政府立法，互所有远洋渔港用伫渔船顶悬使用 WiFi， 若发生漏会事件，就应及时通信汇报处理，以互渔港的通信权得到保障。Pray for Taiwanese government, its people, and Premier as manifest to advocate for minor fishers and their fundamental rights. All fishers need to be able to access Wi-Fi. 透过联署人权团体强调，目前已经收集到1000个渔港的请愿书，也有1900名友的宣誓书支持这场倡议。这个月拢会提交予行政院，希望政府听到因的声音。公民社会有提出了相关的解方，也就是渔船装设 WiFi， 让渔工使用，就可以大幅的降低海上远洋渔工强迫劳动的这个风险。在使用 WiFi 之后，应该要能够保障他们的基本的劳工权利，包含像是集会结社自由，他们应该有办法和其他的渔工能够一起来联系互动，而不是说在船上1年半月的时间就是完全和外面断掉联系。人权团体表示，未少远洋渔船顶悬漏会事件，往往甲渔港海上人权侵害有关系。然后，远洋渔港拢伫渔船顶悬使用 WiFi， 除了应避免海上人权问题效果，也显示政府重视渔港劳权，提升劳权的表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